议员陈怡丁表示，依照疾病管制署伫4月12日的统计，台南市65岁以上的长者对甲疫苗的接种率伫6都当中排名上尾。如果以全年龄的分布来看，台南市完成对甲第3针的接种率嘛只有52.6%，比全国的平均搁较低。加上最近疫情爆发，出现民众想要施打却无疫苗的状况，就连快筛试剂嘛同款。呼吁卫生局要做好准备。人想要打疫苗，但他却找不到疫苗哈。局长，我们这些疫苗的量哈。跟议员报告哈，其实我们65岁到74岁的长者呢还不错，因为第一章其实75岁以上的长者他可能身体比较多的顾虑，所以我们也在很多的鼓励跟一些施打点。那全国目前疫苗是相对比较吃紧，因为大家知道在3月底的时候，全国有因为期限到了，很多疫苗到期去抛弃，又包含很多 BNT， 所以我想应该随着疫情来施打疫苗，这个民众这个心态可能要改善，应该在疫情平稳的时候赶快去打。所以感谢议员提醒说，我觉得我们的尤其长者75岁以上应该多多出来施打，我们也。真的是要加强了。那最近因为很多长辈是反映说，其实他想要打哈，最近可能又找不到疫苗可以打哈，所以我想当然疫苗陆续到货了。那当然，如果有疫苗的时候，也是呼吁所有的长辈哈，尽快去施打哈。那另外就是快筛的问题啦哈。那因为其实现在疫情一直升温哦，那当然如果透过快筛，其实可以比较尽快的了解一下状况。我们想要购买这个快筛的朋友们，如果觉得他可能有确诊足迹，他可能想要去买快筛的朋友，他到底该怎么处理？对啊，跟议员报告，其实应该是中央征收，为了5月上路的10连制，所以很多的货暂时是被征调去。但是在这批货准备好之后，其实陆陆续续，因为我们台湾有至少有2间大厂在生产快筛。所以有居家快筛，所以我意思说，其实后来货源会慢慢的充足，那民众也这段时间稍微等待一下，因为之前我们卫生局会提供有相关足迹重叠的，是可以去领快筛，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民众也没有领那么多，后面大家开始变成，因为我们也要居隔者的快筛我们也要负责，所以慢慢的我们变要简讯通知者才能来领。我想那个快筛会慢慢的充裕，包含10连制的上路，我想市民是可以之后都可以买得到。至于5岁到11岁的儿童，到底当时才用开始施打，甚至12到17岁的第3针，卫生局长嘛表示，上紧应该5月份就会陆续施打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